同嘅股份咧都係叫做挨咗落嚟嘅，咁所以都係反映咗好似呢個暫時呢個政治事件變相令到對本地嘅一啲叫民生或者係一啲叫商業嘅一啲叫影響情況啦。咁當然希望事件會盡快可以解決到，令到成個市況或者比較穩定翻啲啦。如果但係暫時見到拉鋸嘅情況嘅話咧，咁有機會令到個局勢咧仍然係會拉鋸一段時間。咁啊睇睇啦，中銀香港咁啊現時個股價就即係都係要跌3.5%。各位，佔領中環行動星期日凌晨啟動之後，大批嘅市民留守喺金鐘一帶。警方之後喺港島持續有清場嘅行動，多次向示威人士施放胡椒噴霧同埋催淚彈㗎。我哋而家一齊睇下金鐘嘅最新情況。喺朝早咧天光之後啦，繼續係有大批嘅市民聚集喺金鐘夏慤道一帶㗎。海富中心對開嘅路面呢，全部都係人嚟㗎。咁去到下晝嘅時候呢，亦都越嚟越多人聚集喺夏慤道一帶。咁大批嘅警員呢，繼續係在場戒備啦。但係咧，暫時未知道咧警方下一步嘅部署會唔會好似琴日咁樣呢，係施放催淚彈啦，進行一個清場嘅行動㗎。暫時現場嘅情況咧係大致平靜。不過咧，由於有大批市民聚集喺度啦，咁所以咧道路係仍然封閉，啲車都唔能夠駛經㗎。嗱，繼續咧有唔少嘅市民呢係將物資送到嚟現場支援集會嘅人士，亦都有唔少嘅人啦，相信喺翻屋企梳洗過之後啦，下晝再翻嚟現場呢係支援其他嘅集會人士㗎。現場咧亦都有唔少嘅人咧係自發組織啦，呼籲其他返工嘅人士咧就係今日罷工，就加入佢哋進行集會㗎。另外啦，海富中心喺今朝早咧升國旗嘅時候咧，一度係將國旗倒轉，之後咧已經作出更正。嗱，由於咧而家仍然有大批嘅示威者咧係留守住，包括金鐘啦多個區嘅主要道路，令到交通係受阻。政府發言人就呼籲佔據馬路嘅市民盡快讓出行車線，俾緊急車輛通過，同埋局部恢復公共交通服務㗎。發言人又指啦，由於喺馬路上集結嘅市民大致已經回復平靜啦，同埋防暴警察已經撤離。政府發言人就呼籲聚集嘅市民繼續保持冷靜，同埋盡早和平散去。至於喺交通方面啦，我哋而家畫面所見呢，因為有大批市民係阻擋住主要嘅道路啊，咁所以車都唔能夠駛經㗎。運輸署就話有超過200條嘅巴士線係受到影響，新巴同城巴就宣布30幾條嘅巴士路線係要暫停服務。另外亦都有多條路線係要改道㗎。九巴亦都有16條嘅過海巴士線係要暫停。咁市民出門口之前就要留意最新嘅交通情況啦。現場情況暫時睇到呢度，詳情請留意6點鐘新聞。